高知曾经昨日死，为不给北京理想泪流情。君子就应不留手。忙想起那日丢情城门里，家中是只有一对儿孙望着你。三困困扰的娘亲，母亲一天思起二嘎分，四天姊妹牵一生，放情却是算一算，母亲48天苦为民，倘让我苏州空空回家去，岂不要问问我是老娘亲？家里夜莺起舞才成心，姑娘咋有不到此，离别真非要娘几分。明年大比要龙啊门，他在平生临永时，不忘姑娘再来对好对啊，二亲啊。那光举两天我了，侬要上京本考去，做姑娘哪有不成天之理哟？
哎呀，我来了想了，我要是一口气加一300两，寄到哪位去用光的？非明朝再来加600两呢？飞到远了再来讲1000两，这我这位人家不是要被加工的吗？跟那工人来打工啦，小息点心还是别的问的，不加。哎呀，不对呀！可能要是被人家晓得了，要供我个姑娘不尽本情，不是。跟他多少次了都要家庭背的，我一说他来，阿青啊，听说了，侬叫来的不去巧，那侬早来3天也好嘛，迟来3天也好，今朝叫实在来的不去巧。姑娘早来3日真假？那早来3天没啦？搿大北岸那个师太，搿都不是那个老和尚啦，伊拉来花园，这个太太上，太太的，太太不是的，搿么我把拿起个笔了，搿说了300两起的。迟来3天呢？这个迟来3天呢，那个姑爹嘛就做好的，姑娘放出去个死亡问题了，还好个落着个心情来嫁给侬。搿今朝了叫吃素旁着月头，不巧。小的告辞了。搿慢慢叫，爱卿啊。这姑娘总不能叫侬空虚回去的喽，跟我哪怕东妈妈们，总还要嫁接给侬的啊！快点！那红莲一天，3米1段。阿强，那3米1段啦，背回去母子2家头烧吃。冬天1天呢，走路边，姑娘叫实在没办法，这弟弟也是姑娘一片心意，娘面前好言几句啊。小人就此有归，请姑娘收回。啊？侬不要？阿强，那姑娘已经嫁给侬过家。但是侬自家不要，跟侬谁有下去，侬不要跟我姑娘的家哦。为啥子？3米了可以回去，一天冬天到了我们去当个高伙子。好气。这里姑娘才无趣，夜雨清风不放心，他去千里修，万世300年门就是神啊！姑娘啊，小众人，富贵不能忘真本。常言道，穷的那位穷到底，富的那位富到根。所以我常有半生人，昆仑也能上天涯顶。年少有才千不能，就比古的老大人。那姑爹有啥事情我不能干？姑爹没事情好不能讲。想当初老奶奶们多生气，穷途落魄真爱看清。因为我祖母爱在栽培他，后来才一次邀请回到了庭。